大家好啊，King 師傅，今次咧就講緊1978年戊午年出世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運程咯。咁啊，戊土咧就咁樣啊。今年咧有兩個情況喎，都幾極端嘅。一係咧就古古惑惑啊，一係咧就懵盛盛啊。我認為咧今年咧有機會咧係變咗去古古惑惑啊，諗嘢咧古靈精怪咁計啦。另外咧，因為下邊咧有個幽門，幽門係好嘢嚟嘅，開幽生咁啊，代表悠閒啊，代表進步，代表高貴，代表大方得體，咁應該就唔會懵盛盛啊，變咗古古惑惑咁款啦。另外仲有天蓬話今年元武同天蓬同宮喎，好小心，好小心咧，有機會咧俾人呃錢喎、騙財喎、電騙、網騙、KK 園嗰啲小心啲喎。係啊，都係啊，小心啲啊，真係，因為好少咧會見到兩粒大牛財星自己同宮嘅，咁啊吃喝玩樂咁樣咯。漏財有兩個原因嘅，一係就係投資失利啊，一係咧就俾人呃錢，你哋小心呢兩件事。咁咧仲有啊，盡量少去啲冇乜太陽啊、冇乜人出入啊、冇乜風嘅地方咧，對你運程唔係太好啦嚇。小心嚟幫你嘅人咧幫到忙，小心一下呢啲嘢啊，即係嚟幫你手嘅，無論係工作上面咧或者生活上邊嘅嘢咧，嚟幫你手嘅人，你小心一下佢嚟幫到忙，佢唔係特登嚟害你嘅，係幫到忙啫，好心做壞事。另外咧，盡量避免咧去西北邊啊，喺你屋企計西北邊或者香港為中心嘅西北邊，咁啊盡量避免佢，因為咧嗰個負能量啊，陰邪嘅氣太重啊，對你嘅運程都係不利。仲有咧，文書都係多少會令到你有唔舒服噃。文書嘅意思係咩咧？文書資訊，譬如係電話打電話嚟。WhatsApp send message 嚟，呢啲都係資訊，而且加埋你自己本身宮位漏財漏大細財都漏晒，所以係好可能係被網騙啊，好可能俾人網騙嘅，小心啲，小心啲。好，幫你嘅咧都幾好啊，幫你嘅就貴人星，貴人即係高你一級或者高你兩級嘅貴人啊，幫你即係有問題發生咗咧，咁會有啲叻嘅人會出手幫你協助你，俾建議你，俾方向你啊。咁仲有咧，傳統固有嘅事情，大件事上邊唔好有咩改變啦，即係已經有啦。傳統咧踏實已經不嬲都係入去嗰份工，盡量就唔好變啦。我翻嗰份工，或者你嘅生意盡量就唔好降衝啦，唔好有咩大變動啦咁樣。OK，好啦，去到工作上邊咧，工作嘅宮位咧就係同你比鑊嘅，咁工作順順利利，冇乜點改變，都算係幾好唔錯啦嚇，OK 嘅，咁工作順順利利，老闆你嘅上司咧都係好睇你嘅，好幫到你嘅，意見都可以俾到你，有咩方向都俾到你。好啦，財運方面咧就還可以，不過不失。唔係有好勁嘅大能量，亦都唔會係破財。As normal，唔係點喐，不嬲都唔錯嘅，就不嬲都唔錯啦嚇。咁只係小心唔見錢，因為財運唔係同唔見錢掛鈎嘅咩？財運係財運，我可以揾到好多錢噶嘛，同俾人呃係兩回事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錢 OK 嘅，但係小心俾人呃啦。好啦，感情上邊咧就今次咧。如果1978年出世嘅男士咧，感情上邊咧係俾另外一半嘅壓力，另外一半俾你壓力比較大，咁你自己要處理啦。咁你喺感情嘅世界上邊咧，似乎係唔係好想喐，唔係好想處理喎。咁就女士就如果見到個男人唔係太喐咧，喺感情上邊即係冇付出咧，似乎咧。就唔係太可行嘅，所以咧就自己處理一下。病健康上邊咧就冇乜大礙，冇病符冇克住你，所以咧可以咁講啦。今年咧算係健健康康啊。平時咧我幫人睇流年咧，大概40分鐘到啦，比而家呢一個簡短版流年咧就會詳細好多啦。當然，因為呢個係免費嘅短視頻，咁所以咧就可以簡短啲介紹一下奇門遁甲係乜嘢，都俾大家知道奇門遁甲乜嘢啦。
咁好啦，咁啊1978年出世嘅朋友啦嚇，大家可以咧點個讚嚇，關注一下我或者俾個 like。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計嘅奇門遁甲嘅佈陣係點樣佈，點樣可以幫你吹個鼻空嘅話咧，你可以喺留言區嗰度、評論區嗰度同我講留言，我想知點佈陣，咁我就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話佢知點樣佈噶啦。好啦，咁啊祝2026年啊丙午年啊，大家都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咯噃。